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暗夜檔案 Room。去親台北自由行嘅朋友都唔少，為咗方便，會選擇喺西門町或者台北車站附近嘅酒店，因為交通方便，附近又多夜市。但係你知唔知道，其實喺某啲歷史比較耐嘅酒店裏面，有啲樓層嘅尾房真係非常有存在感㗎。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暗夜檔案就係10幾年前有一位香港人叫阿明，佢同佢啲朋友去台北玩嘅親身經歷。嗰次佢一行8人入住一間位於台北市中心，外觀睇起嚟有啲歲月痕跡嘅舊式酒店。check in 嘅時候，櫃台職員將阿明安排喺13樓嘅尾房。大家都知唔少酒店都避免13呢個數字，但係呢間酒店唔單止有13樓，阿明嘅房仲要係最盡頭嗰一間。當時佢拎住房卡，一路行一路覺得走廊有啲長，房門口特別暗，但係冇諗咁多，拎住行李就入咗房啦。間房入面有好傳統嘅台式酒店裝修，暗紅色嘅地氈，黃色嘅壁燈，仲有個好舊好暗嘅廁所。廁所門口仲啱啱對正住一塊好大塊嘅全身鏡。第一晚一切都好正常，但去到第二晚，大概凌晨2點半左右，阿明喺睡夢中突然間聽到門口有聲，嗰種特別嘅聲音聽嚟好似係有人着住高踭鞋喺門口嘅地氈上面行嚟行去。但奇怪嘅係，既然係厚地氈，咁點解高踭鞋嘅聲會聽得咁清楚嘅呢？嗰啲聲音由遠到近，最後停咗喺阿明間房門口。阿明擘大眼望住黑麻麻嘅天花板，佢以為係其他房客返房啦，但點知出面傳咗好輕微嘅刮門聲。嗰啲聲好似有人用指甲喺木門上慢慢一下一下咁劃。阿明真係嚇到唔夠膽喐，佢雖然好驚，但係準備起身去台面拎電話。就喺佢坐起身嘅時候，無意中望到廁所門口嗰塊好大塊鏡，鏡入邊間房好暗，只有電視機底下好微弱嘅紅光。喺呢個時候，阿明突然全身僵硬，因為佢留意到喺鏡入面嘅自己坐喺床邊，但係自己喺鏡入邊嘅倒影後邊，近衣櫃嗰個角落頭，唔知幾時竟然企住咗一個黑色長裙、好長頭髮嘅女人。嗰個女人喺鏡入邊用好兇神惡煞咁望住阿明嘅背影，而且個女人喺鏡入邊嘅身體好似一種極唔自然嘅頻率，好輕微左右咁樣喐嚟喐去。阿明當時成個人連血都好似凝固咗咁，佢唔夠膽擰轉頭睇真實嗰個角落頭，佢只係望住塊鏡。但下一秒，鏡入面嗰個長髮女人竟然慢慢咁抬起佢嘅手臂，指住阿明房門嘅方向。阿明當時真係嚇到傻，佢用盡全力衝去門口掹返張房卡，連鞋都冇着，不停係咁跑，一路跑落大堂。嚟到大堂之後，佢上氣唔接下氣同職員講頭先發生嘅事，喺鏡度嘅畫面同門出邊嘅高踭鞋聲。當職員聽完之後，塊面非常平靜，甚至一啲都唔覺得驚訝。
職員就只係查咗一陣電腦，然後好細聲咁同阿明講：對唔住，先生，唔好意思，今晚先幫你換去3樓。另外，我哋13樓全層除咗你住嗰間之外，其實根本就冇其他住客入住。換言之，頭先房門口嘅聲、高踭鞋聲，根本就冇可能係其他房客嘅。到第二日退咗房之後，阿明上網查返，原來呢間酒店喺好耐之前13樓係發生咗好多怪事，關於鏡同埋高踭鞋嘅事。各位聽眾，下次你哋去台北老牌酒店，如果浴室啱啱對住塊全新鏡，半夜起身時，記得千祈唔好望住塊鏡啊！又或者攞塊大毛巾遮住佢，都係穩陣啲。今日嘅暗夜檔案就嚟到呢度。如果你鍾意呢一集嘅故事，記得點讚、訂閱同開啟小鈴鐺。我哋下一集暗夜檔案再見。